你。你看来直播间你不帮忙，你现在在经常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去啊？欢迎进来我这边又不是在我家过年，不在我家过年吗？花商场上约呀，是不是？啊，只有40秒了，你们，小文，你确定不帮我吗？小文，我都感觉我都不适合唱歌了，知道吗？只有30秒了，你们记得偷塔，记得偷一下。对啊，明天我就想去小白河，但是我要看一下今晚上的那个，我看一下今晚上能不能过去。只有10秒了，你们，你帮我呀，追月，帮我，只有10秒了，不行，不能凉啊！啊，妈妈桑，天哪，咱们家凉了，你就帮这几个么么哒呀！天啊，那你还不如不说呢。谢谢我们家小哥哥送的怦然心动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干亏了。不用让我了，我感觉我干亏了。你不用让我的。我没让你啊，我们家老铁一个人都不秒。哎呀，哎，3星啊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这个好写错了。他们问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呀。我都知道你想要我，多少人想要我。过几天了，我来你那边找你了，我就是你的啊。好。把床铺好，我跟你讲，最近天气有点冷。好呢。哎呀呀。拜拜了，哥。好，拜拜。哎呀，好玩了，是不是？明天偶遇啊，我看一下，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去啊，我不确定，我倒是想去，但不确定，因为目前我一个人。那袖手弹左手伴唱吧，背到谁在手上爬到中国城，好一把腿就这眉上。回马关找我呀，好的。出来说话，人生如梦也是，你咋躲在后面悄悄的呀？不想让我看到啊？找人 PK 啊？你又把我帮不回来，咱们又没有能力秒得过人家呀？是不是？咱们家又秒不过人家，找谁 P 哦？不敢。基本上告白没有收到，对啊，林哥，你看你好久都不来看我了，难道你就不想我吗？连个告白都舍不得啊！带本事啦，这份过就说着也要穿。对啊，人生哥也在啊，你们两个好久没聚了，知道吗？你们两个也是好久没
没相遇啦，所以啊，赶紧的冒泡，别躲在后面啊，躲在后面不冒泡，这样不行啊，知道吗？他都不理你啊，他也不理我呀。林哥，你也不是不理我嘛，他也不理我呀。你们这是约着来不理我吗？你们这是约着吗？约着不理我呀。啊，谢谢我们老铁们，欢迎进来啊！就上给一个。Hello。顺便你看着适合玩什么？你说嘛，见到你了又咋地？见到我又咋地？不咋地呀？看你直播啊，看我直播就看我快手就行了嘛。要照顾忘呀？就是没人要，算了嘎。好，人生如梦，你出来了呀！还有你啊，你永远在我后面啊，是吗？好，那欢迎进来啊！你们得。